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，我是现爱妈妈。若讲到日本的拉面，不知影敢有人会想讲就干那一碗面汤是安怎卖到这么贵。日本的拉面伫台湾愈来愈时行，现在是台湾大大小小的拉面店已经超过1000间。不过这款拉面来到台湾的时间其实无偌久，是安怎即阵有这么多间？这个过程其实比咱想的更较复杂。日本上早有的面汤是有2款记载，一个是1488年的时阵，一个日本和尚伊看到一本台湾国的食谱，伊就家己把这款面汤做出来。另外一个记载是更较慢，伫1665年，一个清国人伊去到日本的时阵，就煮因兜的面汤去招待迄当阵水户藩的藩主。不过咱今日讲的拉面其实有一个较清楚的起源，就是1859年yokohama哈马伊开港了后，清国的移民伫迄当阵迄个所在的南京町咧卖的面汤。这款面为路边摊咧卖的点心变做后来的专卖店。刷来，伫日本头一间卖拉面的店，就是1910年开伫东京的来宴。店头家请为yokohama南京町遐的杜子来煮，迄当阵因用的配料煮的方式，已经甲即阵咱咧食的拉面足相共啊。是安怎这款面会号做拉面？这个名到底为倒位来的？早期伫日本，这款面其实就叫做南京面，因为伊伫南京町咧卖。也嘛有人甲叫做支那面，也是中华面。后来变做拉面这个名，有一个讲法是1921年的时阵，一间面店伊请一个为山东去的杜子，见摆若煮好，就会大声话讲好啦，听起来甲拉面足相共。豆豆啊，就变做这款面的名。拉面伫日本会变普遍，甲泡面的发明嘛有关系。伫1958年，安定百福伊的本名号做吴百福，一个家己人，后来去日本发展。伊伫日本就开始卖全世界的第一包泡面，迄包泡面就叫做鸡汤拉面。伊特别强调讲，这是日本人随时会使食的面。关系泡面安怎做出来？伫几年当前，这个节目捌讲过，大家会使去找来听。安定百福伊做的这款产品泡面卖了足成功的，所以嘛好拉面这个名怎正式变做是日本汤面的名。而且因为这个泡面拉面嘛变做家家户户拢食会到的面。那照安尼看起来，日本统治台湾的时阵，迄时伫日本就开始有拉面的店。不过迄当阵无时间来到台湾，真有可能是迄时台湾的面粉是足稀罕的，食面无遐尼普遍。也就算战后政府咧推销食面粉类的时阵，咧教人安怎煮面，台湾人嘛开始食面汤这款物件。不过日本的拉面也是伫台湾无啥人咧食。咱即阵看到的拉面店，其实是后来才开始发展的。差不多1990年代左右，伫迄个时代，日本的流行文化伫台湾是足时行的。日本的电视剧、演员、歌星伫台湾拢足清。差不多迄个时间前后，台北儿童街的鹿山牛、拉古沙牛算是上早开的拉面店。人讲的夏日族是哪来哪济，所以这款拉面店愈开愈侪间。
是讲迄时要进口日本原料，也无像今日遮尔简单。对台湾人来讲，1990年代食面汤也是无啥物稀罕的代志，特别是日本的拉面，看起来都无啥物料，比较起来，一碗牛肉面的肉加几粒地，看起来加足澎湃。所以日本重咸重口味的拉面也是无时行起来。过过10外冬，是哪来哪侪台湾人去日本佚佗，因伫遐食着日本的拉面，有人倒来嘛会想要食。过来就是日本连锁的拉面店嘛，豆豆仔来台湾开分店，所以拉面店就有愈来愈侪啊。迄当阵2010年左右，台湾街路看到的拉面，拢是迄款白色落落的猪骨汤。这款汤头到即阵，也是大部分台湾人想到的拉面。毋过迄时来台湾开的日本连锁店，因为着要合台湾人的口味，迄个汤拢会煮较正。也即款白色的猪骨汤到呾，也是足侪拉面店咧卖拉面的汤，也真正对台湾拉面市场有造成真大的影响。是英丰良一，伊创立英流拉面。英丰良一伊的爸母拢台湾人。伊是伫日本出世大汉，本地来台湾进前，伊伫东京嘛开一间面店。2011年，日本发生大地震，伊的店全关起来，来台湾发展。伊来时就发现讲，台湾是无几间真正是按照日本规格咧经营的拉面店，所以伊伫台北市开英流台湾中校本店。伊就无像进前遐日本店，甲遮的面汤煮较正，伊是完全按照日本的煮法来煮的，小工正咸。而且伊嘛用足侪日本进口的原料，像面粉来家己做面。伊阁定足侪规矩，叫人客安怎去排队，等要食一碗面。伫店内的卫生是爱安怎维持。伊互人知影讲，要食一碗好的拉面，好食的拉面就爱排队来等，毋是遐尼简单诶。迄当时一粒便当差不多80块台票，伊卖的拉面一碗要300块，毋过要去食的人也是排队排足长诶。即阵有的店伫面顶头摆足侪肉片，摆甲像一蕊花，即款做法嘛是为伊的店开始诶。英流拉面对台湾上大的影响，就是伊互传统拉面学师啊，即个制度变做是一款标准化的作业，而且伊的师傅会当出去开细间店，这互煮拉面即个技术伫台湾足侪人去学，所以开的店就豆豆仔变侪啊。共迄个时阵，遮个师傅就豆豆仔开发出新的口味，而且嘛引进佫较侪款日本的拉面。所以迄时除了看起来白色落落的猪骨汤，也嘛有人用鸡骨去控汤，也嘛有清汤，所以消费者会当拣的拉面就愈来愈侪款。差不多嘛共迄个时阵，台湾爱食拉面的人变侪，因嘛有一寡社群平台，因伫遐会斗相报讲倒一间新的店，啥物款面真好食。这款社群媒体交流嘛，互新的拉面店一直开发出新的产品。这几冬强调讲伊家己卖是为日本来原味的拉面，已经无啥稀罕了。台湾人家己做出来的拉面品牌嘛哪来哪济，所以即阵毋若敢若市内会看到专门卖拉面的店，伫庄脚市啊嘛看会到有人咧卖拉面。有的头家佫会开发出新的日本人无的汤头，像讲有人专门卖沙巴鱼骨落去控汤的拉面，有人是汤内底淋台湾茶，也嘛有规碗拉面内底敢若是海产的。有的头家会调工去淋台湾的山胡椒、马告。同这时阵，为着要食一碗拉面，这款无啥物料的面汤，愿意去排队的人嘛哪来哪济。毋过台湾人也是爱迄款落落白色的拉面的汤，别款的颠倒拢无啥会事件。另外是因为一兰拉面的影响，真侪台湾的拉面店拢会互人客家己会当拣
面是要煮较软，也是确定的。也有一项真趣味的，就是日本有一款拉面，就叫做台湾拉面。其实台湾是无这款面的，只不过台湾拉面确实跟台湾有关系。伊是伫1970年代伫日本名古屋一间叫做味仙的店开发出来的。这间专门卖拉面的店，伊的头家叫做桂明佑，伊的祖先是大甲人，因老爸是伫日本时代就去日本做工课，佮伫遐熟悉小港为台湾去的老母。桂先生有一摆回来台湾佚佗，食到台南的打面，就感觉足好食。回去日本是一直咧试做，本地做来互员工食，后来大家拢甲学了，怎摕出来卖？伊是用蒜头芡芳去炒加肉，因为名古屋遐的人爱食咸，所以淋足侪咸椒啊，佮淋足侪韭菜，怎变真咸的拉面？伊直接甲这款拉面叫做台湾拉面。即阵台湾拉面已经变做是名古屋的名产，世界拢食会到。毋过这款拉面来到台湾卖时，若直接叫做台湾拉面，人客可能看无到底是啥，所以有的店会甲伊改名，怎改做名古屋名古屋拉面。这款用台湾号名的拉面伫日本做出来，毋过豆豆啊，台湾嘛有在地口味的日本拉面，无论是用沙巴鱼，用真侪虾啊，也是用台湾地落去煮。这碗面汤已经过无共时代的文化交流，因互相影响，变做新奇佮好食的口味。即阵拉面的专卖店愈来愈多，毋过嘛互我想到，因过细汉的时阵咧食的面汤，颠倒是哪来哪少款。咱敢有想到啥物款面是细汉捌食，即阵已经真罕得看啊！请社配也是老话甲我讲，小工若是有任何的想法甲意见，拢欢迎社配老话。也若介意即个节目，请伫平台留五粒星，嘛请推荐互你的亲戚朋友。若是要寄付，伫节目的文字说明有连啊。真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是现爱妈妈，大家再会。